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引起到消费的争议，因为一寡业别在做疫区的旅游所在，像讲日本、泰国，消费者总是烦恼，想要取消行程。即嘛，通讲有70%的团费，拢是有含这个机票有关系，要安怎来退费？道民众投诉讲，要去日本的奥萨卡、大阪，5天4暝自由行，开13900块。即嘛，若是想要来取消行程，扣掉机费，还有旅社这的费用，后手敢若会当摕3900倒转来，了10000块。旅行社业者嘛出来发言讲，讲这条钱拢是因先出飞行机的机票，有一寡航空公司因为无开收据，上尾应该来当家己了。旅游市场会当讲是大崩盘，若是疫情继续拖，按算顶半年有500间旅行社会停业，还有1500间会休无薪假。若是下半年可能规台湾9成的旅游业者拢无法度正常做生意。这边投诉的电话接袂停，迄边投诉的文件摆甲规桌顶。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敢若是2月份接到的投诉，都超过2000件，等于是过去1年的新数量。尤其是还袂登记做疫区的旅游点，消费者也是感觉烦恼，想要来取消。争议的内容以机票退钱占70%上多。没有受影响的地区，或者是一级的地区，他担心。所以他要取消。根据上新退费的规定，除了必要的费用，第1级注意区爱扣10%的团费，第2级警示区扣5%的团费，第3级警告区才会全部来退钱。但是像这名 A 先生要去日本大阪5天4暝自由行，13900块，扣掉机票、旅馆才必要的费用了后，敢若摕转来3900块，等于是倒了。民众心足痛的，但旅行业者嘛真无奈。做单一路线旅行社对于他们来说的影响会比较大，不只是无薪假的部分，甚至没办法经营下去。已经先付出去的机票费用，若是航空公司无附证明的收据，消费者又搁要求旅行社负责，最后都是家己来吸收。推测到6月底，相关的案件金额已经超过100亿啊！顶半年可能会有1500多间的旅行社来放无薪假。若疫情继续后半年，恐惊全台湾有9成的旅行社袂当正常来运作，面对影响的层面是愈来愈宽。业者皮出，敢若希望会当赶紧有情绪变更专案来斗相共处理这个纠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